幾千個漢人唱住國歌，下晝由四方八面湧到維吾爾人聚居嘅地區。人民廣場一帶有人手持斧頭同刀，仲有木棍同鐵棍，不時就高叫口號。佢哋聲言，如果再有騷亂，會向知識分子還擊。示威者又衝破警方嘅防線，防暴警察多次施放催淚氣體驅散。佢哋話死去嘅漢族同胞唔能夠白白犧牲。我們第一抗議，我們要討伐公道，爭取自己的利益吧，保護自己的家園吧。我們不能一個勁兒被他們在那欺負吧，每天都是這樣。武警施放催淚彈之後呢，並未能夠控制群眾嘅情緒㗎，反而越嚟越多漢人嚟到呢度，佢哋都攞住武器，並且喺度吶喊同埋唱國歌㗎。另外有一批漢人就遊行到人民醫院附近。漢人同維吾爾人互相抌石頭。武警又向天開槍，又出動裝甲車驅散人群。而烏魯木齊市委書記律治就爬上咗汽車，帶領群眾嗌口號。當局宣布，夜晚9點到星期3朝頭早8點，全市宵禁。政府機關提早下班，對於封路，好多人都要徒步離開。但係仍然手持木棍自保。無線電視記者鄭思思喺新疆烏魯木齊報導。另外一批維吾爾族婦女上街示威，要求釋放被捕嘅家人，一度同公安對峙。吳怡婷喺烏魯木齊報導。大約200個維吾爾族人，主要係婦女，朝早11點幾喺烏魯木齊嘅七泉街示威，要求當局釋放佢哋嘅親人。抗議那些人都被抓了吧？可能我現在報出來，我不知道我明天還能不能在這裡。那個女人穿她老公就是監獄裡面嘛，現在還沒放出來，還有7歲、8歲、10歲的小孩穿這樣起來。中國明亮法律。武警手持警棍同盾牌，試圖驅趕，雙方推撞。示威者趁當局安排8點鐘中外記者喺市內採訪時示威。其後武警將裝甲車移後，配備槍同催淚彈嘅人員繼續戒備，雙方對峙。咁直到中午，示威者喺警方勸喻之下陸續散去。上車啦！烏魯木齊市面唔少重點地區仍然有武警同特警駐守。有維吾爾族人話：諗起當晚騷亂，仍然好驚。害怕中的我心臟也不好，我也心痛的這個沒辦法。為什麼心中會不好啊？就是我一看見是害怕了，這個跑掉了。人民廣場呢一度係發生暴亂嘅地點之一，咁當局喺深夜實施戒嚴，到朝早8點之後先至解封。當局批評有人利用互聯網煽動群眾上街。三股勢力為了達到分裂祖國的罪惡目的，
丧心病狂，不择手段，其罪恶行径惨绝人寰，令人发指。而家全市都唔能夠上網，咁政府指適當時間會解除封鎖。目前只有當局安排嘅新聞中心先至可以上網。亦都有記者話冇辦法打到電話到海外，咁內地通訊就正常。朝早有市民收到短信，咁表示自治區當局呼籲大家要小心，有維吾爾族人入社區上門鬧事，已經有人遇害。無線電視記者吳怡婷喺烏魯木齊報導。有香港同台灣嘅旅行團繼續喺烏魯木齊嘅行程，但都更改路線，避開曾經發生騷亂嘅地方，例如大巴扎。鄭思思喺烏魯木齊報導。呢個台灣旅行團琴晚先至到，團友就話導遊話俾佢哋聽發生咗暴力事件，會減少戶外活動，但係就會繼續行程。當地的導遊給我們講，就是那樣的話，因為他這次暴動的景點的話，只是一個點而已，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影響。那你們就今天有什麼行程？我們今天到吐魯番洼地啊。台灣領隊就話會同當地嘅旅行社保持聯絡。因為我們要跟當地的旅行社充分了解他的資訊，看看他那個狀況是怎麼樣，然後我們盡量走比較安全的路線。當然，我們遊客之間在各方面的情況下，我們旅行社會盡量掌控在他們在安全的範圍裡面。除咗台灣旅行團，仲見到香港旅行團，佢哋如常咁出去玩。有本港遊客就話唔擔心安全，亦都冇影響心情。冇擔心過。點解咧？呢度即係嗰啲公安啊、武警都包圍晒周圍㗎啦，已經係即係嗰個保安好好咯。擔心冇擔心嘅，失望就始終冇嗰啲景點都係失望少少啦，咁就都冇所謂啦，因為都控制唔到，大家都。有香港旅行團就更改行程，取消去一啲曾經發生過騷亂嘅旅遊景點，例如大巴扎，又會避免去一啲好多維族人聚居嘅地方。無線電視記者鄭思思喺新疆烏魯木齊報導。前日嘅騷亂造成156人死亡，過千人受傷，公安拘捕1400幾人。新華社有報導，有人企圖喺新疆其他地區發動更多騷亂。新華社報道，新疆第2大城市喀什，尋日有超過200人喺一間清真寺外面聚集，最後被警方驅散。喀什大部分商鋪都閂門，公安喺喀什機場通往市中心嘅道路設置路障。新華社有報道，新疆警方有證據顯示，有人企圖喺新疆喀什、阿克蘇同埋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策劃更多嘅騷亂。新疆電視台播放監控鏡頭拍攝到星期日嘅騷亂情況，而事件中死亡人數上升，除咗部分傷者喺醫院搶救無效死亡之外，警方亦都陸續喺街道揾到多具遺體，有傷者憶述當時嘅情況。我這一跑吧，前後左右都圍過來，就把我圍到中間，我就暴露腦袋讓他們打啊。有目擊者話，滋事分子原本只係打漢族嘅年輕人，但係之後任何人都成為攻擊嘅目標。無線電視記者雲敏賢報導。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葉比亞否認策劃新疆騷亂，外交部指佢嘅謊言欺騙唔到國際社會。流亡美國嘅葉比亞話，係透過互聯網得知烏魯木齊會有人示威，所以打電話俾新疆嘅屋企人，通知佢哋唔好參與。I talked to my brother and I asked him whether he was able to see some of the websites, but he was not aware of anything possibly because of Chinese government censorship of the internet. So a call made to my brother doesn't mean I organized the whole event. 佢話上街嘅人都係受廣東韶關玩具廠嘅事件激發，只係想和平示威，並唔係暴亂分子。佢領導嘅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呼籲各方克制。我對當地嘅局勢呢非常擔憂。我們希望呢，雙方都能克制。我們反對呢，就說是中國軍方呢，採用暴力的方式。外交部就話，葉比亞無時無刻都喺度從事緊分裂中國嘅活動，要求國際社會唔好支持同縱容。熱比亞的謊言是欺騙不了國際社會的，如果他能欺騙一時，也不能夠欺騙一世。另外，中國駐荷蘭使館同駐慕尼黑總領館分別喺騷亂之後遇襲，中方已經向兩國提出嚴正交涉。無線電視記者雲敏賢報導。